啊，当然会讲啊。啊？前面那个。这个呢，这个呢，这段吼，我来感受，当然是讲肉身有主，这位为自己非吼，敢是这肉身啊，本身的这为主的，这就是色心吧。肉身这为归主，这个肉身只有主啦，你的电脑按在色心出来啦，你的电脑色标。这个归属就是讲你按住，你这个现在按归属的按住的条意思，但是控制你家己袂好的意思。啊，其实是一寡就是讲色心嘛吼，咱你些心理咧，当然爱着就是在梦中间做，我先听起嘛吼，梦中间咱按住袂好势，好，对啦，对啦，肉身就是这个归属啦，就是讲你的镜头去做时间它有触发，这物件。你就按住好势，就或者肉身叫肉身较妥强。安尼你最有意思就是讲你袂当回归着心情怎啊对啦所以这个呢，变成讲，大家开始讲理想这边，不生心报心，不生发报心，这意见我那边叫做讲，咱台面生对生，做水呢，生这心啊这心境会生出来啦，到底你有什么艰苦吼？来这个，以这个生心主心的意见当中，你来去学习啦，你来去培养这个意见，无，我感觉讲，这个问题啊，咱体会真济，本来拄着咱心上发生的见吼，前乱我走，这上多会对这对这个电脑再生出来，就是可能是我一直拢会强调的这个意见你看咱所发的这个Facebook 一个少年家咱从一些如果恰好恰到我的这个一吹这派这表扬。这都讲那个传递坚持两会了，你要靠那个时代，这话有，讲现在大家关吼，关大家最好，这个就是个，你怎么你无介意的，我就这些都这些都我，无太个你不看这个，你本来建筑的外在的很强烈，这小孩是感受最如何的，不主心。不主心报心，不主心，这个关系的一个意见当中，一直来讲注定这是时代的造成来的。我都这个听来这个主言嘛吼，这个报心的这个人之类都在主言，到底主要是在讲朱良会的意见嘛，还是讲咱我前我以前都是讲是台资嘛，但是我刚刚讲比较尴尬。都是以猪毛那个租金的钱，租上的钱。现在我当时这在报系的意见嘛，还是意见书吼，是咱分析土地的FB的意见不除这个意见的当中，在故事一下，这是我的前进跟当时。这个内在的关系，我自己都是会在这些时候看出来，但不只说台资的意见，这是这个意见谢谢。这个啦这个你有多说过去也这个在经历。大圣记也讲了这个，你这个过去在前提你这个以前是讲哪呢？自性无法，以前是解释安尼啦。自性这是讲这个三波机啦，这叫赛机嘛，
啊这哦无畏机嘛，这叫无畏嘛，哦啊这叫发机嘛，伊这强调一些法义，啊伊当然伊讲资金违法，单边也不用，当然伊这若讲主就是讲哦伊的迄个资产，哦啊就是讲物资物质。这个主心，这个就是讲提供哦重心，你用物质哦叫重心就做重心嘛，啊伊这基本上来讲就是讲咱在市场是无息嘛，就是讲这房息嘛，啊伊后边做的是讲单边，这单边哦，若要来讲嘅这印度的语言，啊这就是波斯嘛，哦，单边这个波斯嘛，哦，啊这个其实报谢上面就多嘛，报谢上面就多了，要不要？啊，对，一点一、2.1、3.3，就说是咱你讲的，就是啥？就是报息，哦，报息，啊来呢理解，哦，当然咱比较用这理解的，好，应用哈，应用好，先进嘛哈，应用好。基本上这是讲这物件，哦，这个赛事，哦，报纸就是讲赛事嘛，哦，伊粒印嘛，就讲赛事嘛，伊就讲赛事嘛，伊第一就是讲，伊这个讲业务意思嘛，当然了，伊这讲业务意思嘛，啊，既然业务高，内底当中伊的资金这个就是讲赛事啊，哦，物资供养众生嘛，这个干的不同的主心嘛。无为就是无为师嘛，咱道场里有无为师嘛，法师嘛，哦，啊，专业不约，啊，约就是这人多嘛，哦，单就是这个报时多，会当约就多嘛，啊，这个约处理这种法就是1.1、2.2、3.3，哦，这个叫做哪？这报时多量嘛，啊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无为嘛，哦。啊，这个叫做哪？法师嘛，哦，哦，讲对嘛。啊，伊这个是大天机，啊，这药多，这个菩萨多嘛，药多菩萨多嘛。啊，这药多菩萨多咧，这当中你若当对药多，伊这根基是个万年嘛，万行嘛。啊，伊那个讲药菩萨心助法，助这个做法，二心报喜。你若自足用报纸就係了，因為這個做就即變嚟嘅，即係用變嘅知識。啊，嗱，你用知識或者我多，啊呢，就講聽明白聽明，啊就會記嚟。啊，所以唔得講，因為啲 MP 唔到嘅話，所以講就是在西不西不哦，啊，所以有人比較該做會這樣講，你個寵物這個應該是。做一些意義，直接就是講，因為伊只有咧分這三大意思，這個看出來伊的意思是講應該冇對嘅，係嘛吼？啊當然看個人意見都講對嘅所在，後晚你經驗這個問題是講貢獻方面就係講對，啊呢個講對係咩？我到分別道理先，嚟咁對白吼，來對啦，這邊啊，那個你有什麼分享嘅無？